今仔日公布台湾米其林指南2025完整名单，这届有7间餐厅摕到2星。若讲到今年所公布的呢，有8间餐厅是头一届摕到1星。若讲到县市的部分，台南同款是无餐厅入选。加入新鲜的樱花虾，加上富饭 Q 的口感，吸引不少人客眼光。这是台北一间有名的日本料理餐厅，为米其林1星今年升2星餐厅。非常的感谢米其林团队对我们整个团队的肯定，在现在这个餐饮非常严峻的时代里面，然后可以一直的前进。今年台湾的米其林2星餐厅有7间，包括永科、豪宝乡、甲叶挂平等餐厅，其中北市有3间餐厅，拢为1星升2星。另外第3星部分，包括台中以新加坡菜有名的 JL Studio， 创8连霸纪录的义工，甲台北台湾菜餐厅的泰瑞。今年的米其林指南有53间餐厅摕到，其中有部分的餐厅是头一摆摕到1星，像台北这间天妇罗料理，选用时令食材，佮搭配日本传统技巧，得到人客甲米其林1星肯定。面衣也好，油温也好，在油的选用上面都是在台湾算是独树一格。今年米其林提倡的餐厅主要由以台北、台中、甲高雄为主。另外，这摆新进评选的3座城市，包括新北市、新竹县市，全拢无延班青。一向有美食之都号称的台南是继续挂零。总共有7个城市共同来参与这次米其林的评选，把台湾的实力的丰富跟多元，向全世界做个介绍。退厨艺的这些新兴主厨，应该给新北跟新竹还有台南多一点指导跟鼓励，因为他们的 DNA 其实会带动米其林的这些密探会有多一点这个关爱的眼神。交通部表示，希望借由美食，予全世界认识台湾，同时促进观光。随米其林名单公布，也会带动人客准备登贵美食之旅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